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4月1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现发生什么款的大事代，后生就来报连载。郭宏安伫咧二审防判无罪，也申请复职。内政部长刘世芳讲，今仔有收到申请，公文等咧签办，程序正紧完成。海巡署今日公布，抓到境外走私毒品含国来做毒品的工厂，市值加起来超过14亿，19名嫌犯全部上班。高雄大发工业区塑胶工厂发生火灾，自16中到小到打超过4点钟，火也未拍花，这空气品质拢是干嘛色的。讲到这新竹市长高虹安，去年7月因为做助理期间的这助理费，做立委期间的这助理费案件，一审予法院判7年4个月。经过上诉了后呢，昨这高等法院二审该判贪污罪无罪，改用予公务人员定在不实罪判6个月。照规定呢，这高虹安是会当恢复市长职务。这新竹市政府呢，也随向这内政部提出申请。高虹安来到活动现场，一个落车就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这是高虹安二审判决了后第一摆出面参加公开的活动。伊嘛感谢过去这段期间的市府团队维持市政运作。伊讲伊已经依法提出复职申请，但通过了后，连咪得登去新竹市长的位置。这个复职也等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在这段期间停职的时候，其实我也一直没有忘记我对新竹市还有很多的责任在，尤其是就是在市长的任内，其实民众从一开始选举市长投票，到后来的反罢免投票，其实我的身上等于是背负了2次选民托付的责任，所以当然对我而言，我希望能够越快的完成复职的程序，对我来说是越好，尽快的回到市府工作，也回到正常的生活，也尽快的让新竹市民感受到安定的新竹，我想这是最重要的。现场有媒体问伊，敢会搁再登去加入民众党？高虹安表示，也未甲党内讨论，上重要的代志是赶紧登去市府上班。想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跟党内进行任何讨论。那目前的话，我想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回到市政的岗位上面，赶快将过去的一些市政的政见能够尽快的依序的把它兑现是最重要的。伫市长室外口已经有不少人送花来恭喜。根据了解，内政部已经收到高虹安复职公文，但流程走线，高虹安连咪地档登去市长的位。不过高等检察署也表示，一直收到判决书了后，建议敢要提起上诉。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针对高虹安复职，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仔讲有收到申请，公文等咧签办，相关程序会正紧完成。因为感谢助理费案件，新竹市长高虹安即马是互人停职，但是二审高院改判贪污部分无罪，所以高虹安会当申请复职。内政部证实，16暗已经收到新竹市政府的申请。我们在昨天下班左右接到新竹市政府来的函那请求就是让高虹安回复新竹市长的职务。那依据地方制度法78条。我们现在这个公文正在签办当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讲，正伫咧处理相关程序，因若高虹安停职1年5个月，半岁本房也伫咧复职了发复期。大家注意的是，高院判决理由之一是根据立法院会函内面讲，公费助理经费是立委补助费性质，所以法官认定相关费用立委会当担心运用。有人在质疑说，立院这边是不是护航高虹安的官司这样子？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谢谢。公费助理的这个费用的细节。依法处理，好，依法处理。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这份提修法，将助理费改由立委统筹运用，而且免检举核销，让人质疑是为助理费度罪化，引起争议。立法院司委会办中央甲地方民代聘用助理制度公听会，听专家学者的意见。好的制度应该是要给予主事者更多的弹性，但是这个弹性绝对不是把助理的费用变成自己的薪资。我也赞同，不太适合再把公费助理放在立法院组织法里面。专法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中华民国什么都不多，就法律太多了专法里面再用任用，那请问他是公务人员吗？有法律学者讲，若是将助理费汇入去立委的口座，会造成税负的问题。建议将制定专法，也果有人反对。法案经过实质审查了后，一定会有一波调解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
新任市长高虹安涉嫌伫咧做立委的时阵诈领助理费，二审高等法院以立法院函复的内容，认为依照立法院组织法，即公费助理经费是立委门前需要的补助费，所以该判贪污罪无罪。就律师讲，既然是补助费的性质，代表这助理的薪水敢若是补助的一部分尔，应该互委员有春秋运用的空间。不过，也有学者是认为讲，这国会助理应该是国会资产，互有比照美国公开透明，互选民来甲因监督。新任市长高虹安涉嫌在做立委的时诈领助理费，妨照贪污罪起诉，一审是当判7年4个月。不过二审以立法院函复的内容，认为照立法院组织法，公费助理的经费是立法院文件需要的补助费。所以是该判贪污罪无罪，但是犯着公务人员定载不实的伪造文书罪。针对助理费制度花议题，拜三有一场公听会，有律师指出，既然是补助费的性质，应当互委员伫咧运用的时有压缩比的空间。很类似那个国科会的研究补助费嘛。如果是以这一个概念去看它的话，其实它的用途是很多元的嘛。只要是为了助理的研究而给予的补助，都应该是这一个费用的范围内。那助理的薪资只会是这一个费用的其中一个支出的项目。但是，有学者以美国国会的助理制度提供建议，认为台湾的助理聘用单位应当是该自国会，唔那通稳定人才库，嘛好又比较美国，和助理名册、薪水和人事背景拢公开透明，安尼选民才通监督。也跟我们现在提案的一个差别就是，第一个，它必须要公布在网站上面，必须要公布在这个国会的这个预算书里面，在这个新的这个草案里面呢，都没有包括进来，甚至把它排斥掉啊。比如说有关亲人的任用上啊，我刚刚举的这几个先进民主国家的国会例子来看，几乎一致的啊都不准用这个亲属或配偶。目前，一寡立法委员和地方议员拢有因为牵涉诈领助理费放起诉的案件。17日咧公听会，针对立法院提案的助理费度罪化的手法，也有真侪讨论。不过，律师和学者嘛，好要爱徛伫咧保障劳工权益的角度来修法，互立委助理的专业拢通受到尊重。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海巡署今日宣布掠到境外走私毒品和国内做毒品的工厂，这市值加起来超过14亿，19名嫌犯全部上班。海巡署今年也查到13811公斤的毒品，平去年是加146趴出来，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查缉人员用时速178公里伫西滨快速道路桃园观音路段，由运动集团成员。海巡署今年9月接到证据，集团成员为中国用进口清洁剂做理由走私毒品，当场掠6人。各地关务署吉人关的货柜查扣第4级毒品，以甲基苯基乙丙酮1513公斤，其他超过10.7克。这些原料经过溴化铵化以后，是可以制造成213万包的毒品咖啡包，就是所谓的喵喵。那初估它的市值可以来到10亿7千万元。海巡署搁伫4到7月，伫家己水上苗栗岛澳台南安定查到这毒工厂有开他命俗称喵喵的甲基卡西酮安非他命型毒品，细汉时代超过14亿毒品引户413万人来食。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表示，今年查到13811公斤毒品，比去年成长146%，批评制度的人毒害国人，真可恶。这么残害我们的青少年，还这么残害我们的国民，痛心疾首，其心可诛。检察官的指挥侦办，还有我们各有关单位，包括警政署、还有光务署，还有其他的有关单位的协同合作。海巡署强调，会继续甲警政署、关务署甲各地检方合作，希望将毒品阻止伫境外。涉案件涉案19人，拢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台北工业区塑胶工厂发生火灾，住宅的中岛烧到焦，已经超过24点钟啊！这火也是还未完全甲拍花。消防局继续监控抓水，也因为这空气真歹。今日高雄呢有10外区空气品质拢是感觉色灯号。
因为到导火物件侪规个拢翕伫咧建筑物内底烧，消防局昨日暗时10点外紧急调怪手来卡壁，继续钻水抢救，一直到17晚到台华工业区塑胶工厂的大火也未完全拍花，火场也是有乌烟冲出来，这场大火已经烧超过24点钟。因为目前进行到残火处理的阶段。 那现场还有一些建筑物倒塌的部分覆盖，那还有一些塑胶制品的部分没办法直接攻击，所以必须搭配重机去一边开挖一边以水线来做灭火。昨的话，伊的烟足大个，所以阮家的窗仔门拢全部关起来，阮的人拢会戴口罩安尼。 今日较好啊！做食业者欢喜火势得到控制，带电也赶来清洗电塔顶悬熏甲乌麻麻的灰啊。虽然乌烟有变细港，不过空气当中也是有阵阵的臭味。其中临恒地区自昨暗甲打，一直有民众环境空气歹，环境部也发出红色警报。今日上午火势扑灭，残火处理中，调阅周边微型感测器以及空污小组检测悬浮微粒等各项数据，目前已趋近背景值。 环保局全程持续监测空品，就是戴口罩，然后减少户外活动的那个机会，然后那个体能课尽量就是调整为室内活动这样。因为火也未完全拍花，附近各校除了要求囡仔挂吹暗以外，嘛爱减少户外活动。环保局提醒，会场的部分会持续监控，因为今仔日高雄市有10外区的空气品质拢是感觉式的，气管敏感的民众若要出外，都爱挂吹暗保护家己。记者邝亚祖、教育高雄场报道。 高雄大寮的大明街一间越南小食店半暝发生火灾，住伫内面呢有3个外籍移工，其中印尼移工呢吊伫咧厝尾顶，这消防人员到现场才拔腿甲伊救落来。另外有2个是越南移工家己走出来，不过这2个呢拢是失联移工，人也带回去警察局调查咯。 规栋铁厝着火烧起来，连厝前的单位嘛着火。高雄大寮大明街一搭铁厝，17号早4点外发生火灾，消防队接到报案，随赶到现场压水枪入去抢救。印尼籍的外籍人士在顶楼待救，到现场的时候，1楼已经全面燃烧，那我们就赶快。 布水线做周界的防护以免影响到其他的邻居。消防人员架推要去救受困伫厝顶的印尼籍移工，铁厝是由3个外籍移工合租的，厝前阁经营越南小食店。印尼籍移工因为受困昏迷，敢若砸着伤，还迄2个是家己走出来。半暝火警惊起自火，厝边讲因平常时也无咧整理环境，才会引起火灾。越南的物件用钱啊，我白用啊，平常时你们平常几个人住里面啊？记者访问自火警险，大火拍花了后，警察甲消防开始调查起火的原因。意外发现另外2名自火，姓武的查某移工是112年7月失踪的移工，姓黄的查甫移工是109年11月失踪，拢是越南籍。查其中2名为失联移工，讯后依入出国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办理相关遣返事宜。 规个铁厝烧甲密密麻麻，阁烧到隔壁住户的铁厝。火调人员一透早阁转来现场调查起火的原因。2个失踪的移工嘛，互带转去警察局审问了，依照入出国以及移民法移送移民署。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讲到台海局势紧张，这中国第3只航空母舰福建号顶个月成军了后，撞驶过台海。国军今仔日是头一届公开这监控相片，针对福建号的飞行甲帮无停舰载机，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目前观察是无军事行动，将可能是这福建号要去上海进行检验的界线。 中共第3只航艦当时是共军第一摆用电子弹射的福建号，11月正式成军了后，10日出现伫台海，新冠两化政策紧张。国防部17发布查到强机9只，军舰7只，其中5只军机超过台海中线，进入咱的北部甲西南空域。另外，针对福建号穿过台海，国军全程监控，也第一摆公开空中监控的相片。相片内底因看到福建号飞行甲板无停进好几只舰载机，引起关注。 那我们发布的照片也显示，上面并没有舰载机。那我们预判它是应该要回到上海的长兴岛，去做它的再进一步做相关的一些缺改。没有任何的军事的举动就是了。目前的观察没有。
针对中共加大绕台日头国防局上新统计显示，今年到12月15日，用金是绕台海超过3570只，比去年3070只较悬，写历史新高。另外，也协同共南进行39摆联合战备警巡。国防局分析，中共目的是测试咱的武警，应对无视检验台海战场的情形。美国进行必要的前进部署，所以整体的趋势态势大概是出现美盟有点在遏制中国的军事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图像。蔡明干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所以美方关心第一岛链串联友盟，分担防卫责任。咱也强化自身防卫能力，面对强军向发起攻击，国军会用去中心化机关执行作战任务。这位关心前提是不是代表已经发生战争？您只要回答是或不是，你的去中心化的说辞是这样吗？我们在报告里面已经提到是。当肇事到突然发起攻击，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这样的状况。郭立雄强调，国军所有演练科目拢会踏入去中心化机关的概念，和部队熟悉自身任务，也伫汉光演习来演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辉达的海外总部，确定要伫咧北树区的 T17、18啊。那这台北市长蒋万安今早起去视察，会讲顶礼拜这都市计划变更已经开始伫咧做，要透过 email 向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说明上届新的进度，也邀请伊来参加到明年1月要举行的签约仪式。空中摄影机就伫北树区。回答海外总部要伫北树区 T17、18，台北市长蒋万安去基地巡视，阁表示，顶礼拜三都市计划变更已经正式进入法定程序，按算公定1个月了后开都心会议。这摆变更的重点是将两地基地合并，到时阵都心会议会由副市长李树川来主持。1月份如果能够顺利签约，很欢迎黄仁勋。如果届时在台湾，我们一起参与这样签约仪式。那未来这边矗立起的辉达海会总部，我想不只是一个巨大的建物，更是为台北市安装上了全球最强的 AI 心脏。不过，北树区未来整体交通规划也一直引起关注。台北市府规划第中长期交通配套，包含转接公车专用道、轻铁甲捷运12路龙，包含未来要有稳定的供电，甚至辉达还要求要有绿电的供应稳定。那请问蒋市府的配套是什么？附近还有欧洲学校，那个上班的时间，上课的时间都非常的拥塞啊，所以出入往台北市。然后往这个天母地区、往北投地区的出入道路的这个顺畅，我觉得是第一个要考虑的方向。针对在规划是不是重标北树区交通规划，蒋万安表示，行政院无附属有哪啲限制，对地方整体市政推动甲在不开始造成严重冲击。不管是捷运校舍改起、市场改起等等，开始拢影响。当然也包含未来在北树区的轻铁加捷运12路龙。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联邦调查局抓到一丛加州跨年连环炸弹的攻击阴谋，有一个自称是孤岛解放电线的极端组织，按说要伫咧洛城，抑个南加州各类所在，甲这因家己制造炸弹点互爆炸，锁定美国企业抑个移民执法人员，警方目前也抓到4个嫌犯咯。联邦检方公布4个被起诉的相片，因拢是为洛杉矶来的，防指控要伫跨年暗时发起炸弹攻击，搁有无登记的破坏性装置，未来可能有更较侪罪名。The individuals were arrested on Friday, December 12th, when the group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nd detonate IEDs out in the desert. Carol and her co-defendant, Zachary Page, led the effort to obtain and build the bombs and to recruit others to join in their plot. Carol also made clear her desires. She said, quote, "What we are doing will be considered a terrorist act." 这个计划号做半暝太阳行动，主嫌卡洛尼在美国捌甲一份8页用手写的计划交予一个警察的眼线，内容写甲真详细，讲要安怎伫咧跨年迄暗，伫南加州至少5个所在放炸弹卡网，针对2间美国公司伫上时用好帮。They had precursor chemicals there, and they were going to create these bombs. What they are starting to do is put their chemicals and wares and the components
out on the table. 警方伫卡隆尼的主体找到真侪张孤岛解放电线相关的宣传物品，顶头阁写美国去死、孤岛甲巴勒斯坦万岁、甲 ICE 车柄等等的字。搁伫另外一个所在找到完整的攻击计划文稿。检方表示，这4个人拢是孤岛解放电线洛杉矶分支接近成员，伫咧社群媒体顶头自称反资本、反政府，而且阁有挖进巴勒斯坦，强烈反执法的想法。除了法年迄案连环爆炸，嫌犯搁伫咧加密通讯群组内底讨论明年1月、2月要用途做的炸弹攻击居民、甲海关执法人员的车甲人。联邦调查局表示，这摆行动提前出手，才及时甲跨年恐怖攻击挡落来。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针对着这俄乌战争其中呢，这乌克兰的赔偿机制，国际讨赔偿委员会正式来成立啊，会来负责裁定目前超过8万件战争赔偿申诉。另外，乌克兰也提出讲，希望呢，伫咧耶诞节的时阵，双方拢来暂时停火。不过，罗西亚是坚持讲和平协议超好势，另外部分呢，则过来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6甲欧洲各国的领袖伫荷兰海牙签署协议，成立国际讨赔偿委员会，负责来评估甲决定每一个个案赔偿的金额，为未来要甲罗西亚追究责任甲讨赔偿来铺路。We expect that every mechanism for compensation from the Register of Damage and Claims Commission to the actual payments will start working. We must stand up for the victims of this brutal war of aggression. 目前申诉超过8万件，日记包含对2022年2月24日罗西亚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伫乌克兰境内或者是行动所造成的物质、人身伤害，抑有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不过资金的来源犹原是一个难题。欧盟当咧针对冻结罗西亚资产的使用方案激烈讨论，尤其是比利时是犯了法律的风险来反对。德国甲其他主要的国家希望计划会当赶紧落实。因为罗西亚官方是对这个委员会成立态度真消极，而且怀疑自发甲政治效力。另外，乌克兰是希望伫咧耶诞节进前会当停火，暂停对重要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通好度过这个寒冬。І тепер з усіма цими реакціями, я думаю, що американська сторона буде контактувати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і після цього буде вже зустріч з Україною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на рі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х груп. Я думаю, що найближчими днями дать передышку Украи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продолжению войны. Мы хотим остановить эту войну. 罗西亚外交部的副部长认为，罗西亚甲乌克兰得要达成互双方冲突结束的外交方案。普丁政府已经准备好要达成协议，希望愈早愈好。因为美国政府无签名的官员表示讲，两国之间的争议有90%会当得到解决。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这欧洲上重要的人权奖项沙卡洛夫奖，16日咧欧洲议会举行颁奖典礼。今年呢是白罗斯和交廷下的记者得奖，不过因两个人拢是因为这报道的内容内面去批评到因的政府所放列起来关，说是无都亲身来领奖。51岁被罗西记者普佐布特为波兰较影响力的媒体选举部工作，和当局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判8年徒刑，目前伫加加内底服刑。50岁超级记者阿马格洛贝里是两间独立媒体创办人。今年8月，伊因为伫反政府示威活动，甚至警察局长的脆皮，被判处2年监禁。不过，人权组织只背后真正原因是限制新闻自由。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16日将至控制5年，萨卡洛夫奖颁予阿马格洛别利甲波佐布特表扬行为捍卫言论自由，甲为超者甲被罗西亚民主勇敢奋斗。佮强调欧洲议会甲两人协作会，呼吁两国政府马上放人，因为面对权力讲出真相，不应该是一种罪，因为两人拢无法度出席分别由查某囝甲同事带领。I hope he somehow knows he is not forgotten. You show that even when a person is taken away, their principles cannot be taken away. And even when someone is silenced, their voice continues to speak through others.
搁一另外一个人权党事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有名人权运动领袖甲记者穆罕默迪，12参加当地已经过身人权律师阿里克迪的情人追悼会，互当局用煽动群众扰乱秩序做理由逮捕。穆罕默迪的先生伫律师的陪伴之下，伫法国巴黎开记者会向外界求助，指出伊避难期间被拍。不过当局9日予第三方检验穆罕默迪的伤势，加上即马对穆罕默迪的下落甲健康状况，啥物拢唔知影。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镜头当来到咱国内，讲到这中华国道1号上北192公里的路段呢，这拜日时阵呢，有一台载铁钉仔的货车，因为这货拢无绑好势、绑无严，铁钉仔说是压到规个高速公路顶头，后壁的驾驶是闪袂赴，直接搞到这铁钉仔，加在是无人受伤。那这国道警察呢是有调监视器来抓人，找到这个姓张的驾驶，上悬会当该罚到1,800块。原本好好的车链刷破链，规粒拢是铁钉仔。中华国道1号上北192公里的路段，拜一的时有一台货车载铁钉仔，因为绑无严，钉仔就安尼落伫高速公路，后壁的驾驶袂护闪，直接搞过去。彰化国一要接国三的匝道的时候，突然前方有一台蓝色的大卡车，它车上就掉落了几箱的铁钉下来。那因为在转弯的地方，一时间看到也来不及。过到那个钉子掉落啊，可能没有注意到吧，应该也来不及闪了啦。换了很多个大货车，两台就换了10个了。轿车好像也3台。高路道附近的车链行表示，拜一的时陆续有7台车辆来换链，拢是伫高速公路搞到钉仔破链的。国道警察接到民众报案，顺线抓到肇事驾驶是一位91年厝姓张的查甫人，加载无人受伤。张男驾驶这辆货因混杂未稳妥，自后车头载运铁钉散落在车道上，导致魏男驾驶自半连接车闪避不及，碾过而肇事，无人伤亡。国道警察表示，这站以外目前敢若一位受害驾驶来备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肇事驾驶上重会当罚1,800。国道警察也提醒驾驶，车道若载货应该爱固定好势，若准落地路的，唔若爱食罚单，致使人受伤、死亡，食罪以外，佫会吊扣吊销驾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在南庄有呢驾驶呢食酒赛车，弄死一个23岁姓陈的查某清洁队员，因为这死者的身份呢是委外人员，敢有适用环境部因为公务死亡的补偿金，引起众人议论。另外讲到这食酒赛车的代志是一再发生，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就讲，这5年呢这酒驾致死案件内面呢，法官拢判了伤过轻啊，根本就无吓惊效果。踮一台民间清洁车停在路边收垃圾，23岁姓陈随车的查某清洁员，遭有一个姓郑驾驶大力甲挤落去，查某清洁员当场死亡，又搁是食酒弄死人事件，民众拢真生气。这不应该啊！因为你安尼你害一个家庭啊搁一个遮尔啊少年的性命遮尔啊早，搁是因为你是啉酒，发生这种车祸而且我在现场看很多人愤愤不平，都看到有的人要上去打他这样子。主要包着安平本色清运的公司强调已经积极介入，启动所有保险甲法律协作机制。不过个死者身份是民间公司的人，并不是台南市环保局在野的人，所以环境部的公务死亡的赔偿金可能会出问题。局长努力了一个上午，就是应该是没有初步的结果。那所以局长一告诉我的时候，我也马上致电给林俊宪委员，那请委员跟环境部积极来争取这一笔120万的记助金。这边就先启动，然后就是环保局这边也有提供说一些资源，然后可以跟那个劳工部这边申请的东西，我们都会一并去做询问。弄死清洁员的驾驶食酒赛车，网络有人咧讲要甲伊的店名改做台南看酒所。为了防止这伤超过的行为，地方警察局加强巡这间店试酒会。这个车主正讲无赛车，以上地检署了后，同款甲扣起来。那这准这5档食酒弄死人案件，法官实际判刑平均刑度37.8个月，搁无到3年2个月。这个案例敢真正有效防止安尼代志搁发生。期待就是说，在法律司法这一块呢，判刑刑度要重，
才能遏制。就算警方加强处理掠食酒赛车，有议员批评台南市干那一天就有24件食酒赛车，那安尼无去防掠到的更较侪。因认为真正要紧的是唔通互民众想讲无掠到就无代志，看呢敢会当减少发生悲剧的代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屏东市市区呢，路口最近有新设一种人行道和停车位，所以引起附近交通问题。本地这个路段呢，车道袂少啊，所以因为这车道缩小，规个造成塞车。以后民众袂关心这转弯的角度，拢会去切掉人行道。顶礼拜呢，就相关单位去到现场会勘，啊那屏东市公所是讲，民众若遵守袂来，会阁研究改善。汽机车来来去去，毋过详细看，即搭路口转弯的人行道，敢若画较大架。这是屏东市华正路和庄敬街路口，为着配合附近和平国小通学步道的计划，12月初市公所设置标线型人行道，阁有停车位。毋过因为和英国交通管事无同，车道变较矮，汽机车共道煞造成塞车，引起袂少民众反弹。毕竟这个幅度太大了，因为那边有红绿灯嘛，对，他车子就排到这边来了。这边也红灯的话，那个救护车根本没办法过。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是不反对人行道去做设置。你这个装上去可能会反弹声音一定会很大，因为你转弯弧度已经受限了，你再加上一个防撞管的话，第一个影响到行车的视角。原本阁有装防浪的条啊，但是伫国土署县政府和里长现场会勘了后，就提掉啊。实际到路口观察，确实有袂少民众转弯会徛去人行道，甚至直接甲车停咧遮，因为路口无大，车道收缩，车辆就会塌伫路口，尤其是附近阁有病院，救护车出入拢会影响到。用这个方式能够让驾驶人能够让他减速，然后在汽车转弯的时候，不要说用急切的方式，能够把速度降缓，然后也减少 A、B 柱的阻碍，能够清楚看到行人实在没有办法改善那边的塞车状况，我们再研议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也兼顾行人安全，也兼顾用路人。这几年啊，中央政府拢大力宣导过路人的安全，嘛是互国小学生一条安全的道路，才会做标线的调整。干部课表示，会等工程完工了后，佮和国土署县政府参详做调整，兼顾过路人参汽机车双方的用路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根据着交通部的报告，这2015年国际邮轮旅客有114.44万人次，超过疫情进前的高峰105.5万人次。不过，这纠纷也正发生，着邮轮公司推出行程了后，所临时改变，害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你为着质疑讲，这法令对袂着市场的改变，就要赶紧公告相关的定型化契约。疫情了后，游览船观光请假业。根据交通部的统计，2025年国际邮轮估计实际挖港的有567架次，旅客有114万4400人次，伫要超过2019年105万5千人疫情进前的高峰，人数成长8%，创下6年来新高。17日法院交通委员会针对邮轮观光、甲那些公路办理的情形来检讨，有立委提出最近例行邮轮探索称号，以高雄港为母港。推出驶去菲律宾甲越南的行程，结果11月中头一届启航了后，就随宣告取消明年1月份几下的航程，换转去日本okinawa，致使消费者的权益受损。交通部应该赶紧公告相关定型化的契约。邮轮业者他们要片面更改行程之前，他们就知道他们的成本在哪里。这些方案呢，必须要预先告知消费者，也应该要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在今年度，行政院消保会有要求我们交通部到消保处来报告。交通部指出，观光署甲航港局拢有拟定定型化契约，目前还阁伫法制作业当中。针对邮轮船票交易定型化契约，已经送去消费者保护处，按算3个月内会对外公告。另外，在地立委嘛强调高雄港有海港甲机场的优势，应该加强推动 Fly Cruise 飞航邮轮旅游的形式。如果是 Fly Cruise 的话，我们还甚至全船的旅客在减免，每个旅客在减少这个服务费100元。我们也发现德国市场的 Fly Cruise 是有成长的趋势。那我们觉得欧洲线这个部分，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开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交通部强调讲，拢有做相关减免的措施。另外，针对哪些公路的情形，目前国内海运、客运固定的航线拢总有25条。每一年旅客总人次有到500万至600万之间。嘛强调讲，会透过持续改善离岛的交通船，推广海洋观光等等的措施，促进哪些公路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马太安溪做大水到今已经是2个月啊，高图署规划这中继厝头一批就要完工了。不过，敢若是41户尔，唔是所有灾民拢会当申请到。啊，那灾民也认为讲这中继厝呢生活机能无介方便，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重视。这是国土署伫咧花莲光复糖厂后壁起的第一期组合型中继厝，总共3排，1排10户，厝型是2房1厅1间便所。另外，糖厂的员工宿舍也改建成做会当收容11户的中继厝，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灾民拢会当申请到。我们住户有提出需求，但是国土署那边的政策，可能就是说你这个他们又会是用一个房屋评鉴。去评鉴说你这个房屋到底还能不能居住？有一寡申请到的受灾户认为，新完工的组合型中继厝，灶卡是公家型，厝间也伤细间，拢真无方便。当然是隐私空间呐，然后还有跟家里聚在一起的空间，当然是希望厨房是个人的，他们的浴室其实是蛮小的。国土署强调，组合型中继厝主要是提供基本居住需求为主，公共灶卡主要是考虑降低火灾风险。大日来了，若是设施无够兴，会当依照实际需求搁再扩充。民众希望每户各一口的这个 IH 堵的部分，我们现场听到声音立即已经改善。那我们也独立再设了一个多功能的休闲厅，让民众可以在那边安心的用餐。国土署强调，十家针对受灾上严重的89户做调查时阵，有41户提出中继厝的需求。国内对重灾户以外民众做中继厝需求调查，即马基地面积只敢若用1/4，以后上最会当扩充到150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寒天呢，是这流传染病的流行季节。台湾疫苗推动协会一直咧推动疫苗防疫，到今是10年咯。希望透过宣导预防针的重要性，逐年提升疫苗的注射率，来保护大家健康。根据疾管署统计，顶礼拜类流感的门诊急诊就医人数85374人次，甲前一礼拜差不多。但是流感并发重症甲死亡案例继续增加。注流感预防针会当避免重症，降低死亡率。疾管署也预估国内流感的疫情伫春节的期间会阁出现另外一波高峰。也若新冠疫情嘛袂使大意，所以呼吁注意防针，保护家己，保护身边的人。我们看到的是接种率越高的企业。他们在企业里面发生群聚的就越少，除了直接保护员工之外，也间接保护到我们员工的家属，也让我们社区的传播更少。台湾疫苗推动协会长期推动注意防针来提高保护力。拜三也公布2025年疫苗10大新闻排名，议题包括肠仔病毒、流感、肺炎链球菌这疫苗科技。其中10大新闻第一名是名称大 S， 伫今年2月旧历过年期间伫日本不幸过身，引起民众抢注预防针。摕到新闻的第一名。协会表示，咱台湾即马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预防医学是检测国家健康重要的政策，其中预防针就是关键的角色。父母兄弟姐妹全部打的话，就是形成一个保护网。那6个月小 baby 就不会得到流感。那孕妇呢？孕妇打流感疫苗其实也是在保护小 baby。她孕妇打流感疫苗以后，她的抗体可以保护小 baby 6个月，出生以后6个月都会得到保护。好，所以这是一个保护网的观念。那所以企业的家庭当然也是一个可以鼓励的对象。协会也呼吁民众注意防针，唔那是防治传染病，也会当兼顾家庭健康、国家医疗等等。所以呼吁民众会当做伙提升预防针的知识，也有各种预防针的注射率。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108考公实施了后呢，这高中生要透过申请入学去大学的时阵呢，就要提交这学习历程档案。国教署统计讲，这考公施行了后的前3届学生，这学档的课程学习成果和这多元表现的无提交率，逐年拢伫咧增加，而且这多元表现是要到5成，若平均件数拢有伫咧减少。
108课纲实施了后，大学集团学习历程档案已经是高中生的日常。国教署的资料指出，课纲头一届到第3届的学生，学习成果甲德观表现的未提高比率，逐年拢称悬。课程学习成果对18.31%增加到30.17%，德观表现是34.31%，称起率48.31%。伊就有咧发表课纲报告的 @youth 指出，申请学系敢有重视学习历程档案，也阁有囝生少，安怎拢有好好读的这款情形，拢影响到学生甘会费心思制作。科技现在可能它有面试，然后有学档，那可能自己还有自己的笔试。那其实这些内容分下来之后，学档的比重可能没有真的这么高，少子化的关系，所以中后段的学校在招生上本质上其实就已经有困难了。学习历程档案审议计划主持人、台大教授林国明表示，老师对做档案的协助增加，不过上传的比率确实下降。这主要原因是因为无学习历程档案，有关会当以 PDF 重新制作。有一些同学们就觉得，反正我高一高二不做无所谓啊，我高3历届之后我再来做 PDF 档案，所以高中老师就会觉得有点挫折啊，所以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协助学生，可是有些学生他就比较缺乏动力。林国明也指出，课程学习成果甲德观表现平均9个数量，对平均高9件和10件拢减做7件。这表示选择品质较赢过数量的观念是有效的。虽然有人认为讲学习历程档案的重要性降低，不过进前的调查显示，超过70%的学生认为讲课程学习成果对升学的申请真要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嘉义市的乌比夜市，今年7月受到风台损害了后呢，就暂停营业。经过5个月整修甲规划，16暗时重新开幕，搁再准备1500份的消费券要来分予民众。夜市内底当搁咧做准备，外口都已经有真侪排队的人。嘉义市乌内的乌比夜市，16暗时重新开幕，要为6点开始，每1点钟来分500份200块的消费券，隆重要分1500份。现在真侪人为下晡时就开始来排队。就想说拿到指甲券，然后顺便逛一下这样，因为也很久没有来了。我看袂歹，赞。对阮这消费者当然也是赞。这个乌米夜市7月的时阵，因为单仔是风台的关系，造成这个夜市真侪单仔的设备损害。经过5个月整修，才搁来重新开幕。原本的单仔甲大附近的民众，嘛拢真期待夜市会当继续来经营。会当互阮遮做单的重新有一个生机。进前风台的时阵，阮的布棚规拢吹冰了了。损失不小。像台南每天都有夜市可以逛，对啊，嘉义应该也可以。对，不要只有开一下下而已，然后就是可以更长久。对。乌米夜市的管理委员会表示，这摆重新开幕的时间定伫逐礼拜的拜2，目前来遮的单价共100万单左右，希望会当伫这中华区带动新的经济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宜兰的凤凰温泉进前互风台带起来，想袂到水保署伫咧做河道防汛工程的时阵，却去挖到这温泉水的源头，变做一个温泉区。不过人来客去了后，也造成环境变甲真垃圾。就游客指控讲，村长呢用这脚踏车去破坏温泉，双方是闹架去到警察局。这村长是解说讲，因为做工程改变水路，这温泉才会暂时消失。野溪温泉内底拢是游客，宜兰真出名的蓬蓬野溪温泉，原底因为风台扫歹去，顶一日水保署做防汛工程，拄好挖到温泉，形成一个浸温泉的所在。消息传开，请真侪民众去遐浸温泉，不过嘛出现粪扫甲特殊的问题。我们要做大门的管制，那3层防护，3道防线啊，他们还是怎么进来？照样走进来。水保署为12月开始做防汛工程，不过为伊时间的变道，甲往回野溪温泉的变道共一条，袂少民众全驶车走入去，影响工程车出入。有的车还阁停伫工区的料场，互工程的进度去牵着。17去蓬蓬温泉，发现原底温泉的窟窿已经消失，变做是溪道。有游客伫咧网络顶指控讲是村长用怪手施工改变溪道，双方还阁起对面，闹去甲警察局。那边比较低，我们水一改。它那个水就自然这边自然的，我们没有刻意去挖。村长解说讲，怪手不是伊操作的，是水保署暗时啊施工，因为工期受到游客车辆的影响真大，改变溪道是为着工程的需要，可能因为讲话口气较歹，游客惊到才会报案，伊愿意接受公平。
野溪的部分，以目前的状况，它现在有大型的工程，那我们还是建议还是不要再去的。官府讲，野溪温泉现场目前有咧施工，无建议民众搁去。游客若坚持要去，伫当地嘻嘻哈哈影响特殊甲住户的生活，会先看到，口腔若唔听，会做必要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民众去到国家公园或者是森林游乐区的时阵，有14%听可免费摕到塑胶袋啊。也若食物件方面的超过3成使用免洗碗碟，也有7%的人受访表示讲，伫饭店内面因有替你传一摆就拼掉的起面起过。来到国家公园，也是森林游乐区，互身体甲心肝放互轻松。不过，敢会因为来遮颠倒产生塑胶粪扫的？自然保育甲环境资讯基金会进行调查，回收351份有效的问卷，发现民众去国家风景区，有54%的人会当免费得到塑胶袋。餐饮方面有32%讲是用敢来当用一届的容器。餐饮内容的部分可以全面改用环保餐具，然后不包含美耐皿。减少塑胶罐仔包装的水，都要有饮水机。27%的受访者表示，饮水机的数量少，也无好找，甚至根本就无。也若伫大房的方面，有7%的民众表示，敢若会当用一届的备品，就直接放伫房间内。自营部分，其实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房间不提供一次性的备品都已经到位哈。饮水机的部分的话，饮水机取代瓶装水哈，其实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在推动哈。林保署表示，由民间业者经营的中小，会加强辅导业者提供会当中户使用的碗碟。2011年推动减塑精进指引的国家公园署指出，最近几年进行监测，发现食肉的动物，亲像草蟹肉、龟子肉，也有台湾狗，甚至后鸭水拖、饮房的洗尿内底拢有塑胶微粒。就连水生的汤拖内底拢有微纤维。我们可以做的也会主要强调在无痕山林的观念，民众垃圾带下山，以及不使用瓶装水。但我们还是建议整个国家的减塑的还是要从源头的这个部分来减少。自然保育甲环境资讯基金会表示，国家公园、森林游乐区有环境教育的责任，呼吁应该对2030年开始，园区内要禁止买卖甲利用，敢若会当用一届的物品，加做因的政策目标。国际新闻采访报道。要互物件会当循环再利用，这云林县环保局成立不用品循环馆，这开馆半年就收9000件罕特的使用用品，超过700件找到新主人。未来打算伫咧馆内要设7大接收站，达到粪扫减量的目标。无用品循环馆的工作人员，甲民众送来用袂到的物件菜架顶，有无用过牛奶干仔，也有囡仔册文具。一个看起来好好的脚踏车、阿爷仔车，互民众家己来加紧，看假去摕转去用。哦，有能用的东西就不要浪费了。对啊。像你自己，我们缺什么东西可以来这边找啊？我们每一项不用品，我们都有一定的那个允收的标准。那我们都会看说它至少8、9成新，或者是只讲那个整个没有安全性的疑虑，这样子都是 OK 的。像这一台它其实它状况车架是很好的。云林县环保局讲，因为县内无公休粪扫分化厂，为了要气化家庭粪扫，这几年伫咧撒粪扫分类，希望自源头减少粪扫量。半年前成立无用品循环馆，甲民众出来用袂到的物件做资源循环再利用。民众呢，把不用的东西提供出来，那让有需要的人物尽其用，也可以达到垃圾减量的一个目的哦。那我们转转屋开馆半年以来，其实已经收集到上千件的不用品了，而且呢，民众这边反应非常热烈，目前已经有超过700件的不用品都找到新的主人哦。环保局讲，要互馆的人较方便，会伫斗六市、斗南镇，也个未寮乡，搁再增设7个接收站，民众会当依照每一个站收无同款的类别来管。也强调民众爱摕转去家己用，袂使摕去卖，以后也会媒合甲一寡用袂到的物件，送互有需要的社福甲弱势团体。记者综合报道。第10届国际空中舞蹈技术大赛伫咧泰国举办，今年台湾的有21个人去参加，摕到4金3银1铜的好成绩。欢喜和台湾国旗翕相，这是第10届 Air Stars 国际空中舞蹈技术大赛，今年伫泰国举行，汇集亚洲人才表演空中马戏选手来参加。记者今摆咧，就伫咧泰国办过 Amphitheater， 背后就是今年比赛现场。今年台湾计共有21位的参赛者，摕到4面金牌、3面银牌、1面铜牌的好成绩。咱来听看卖选手安怎讲。
成年开放做冠军陈景爱用高空的千手，呈现咱人伫生活当中常常爱策划无同的身份。陈景爱讲，虽然伊练空中马戏已经年外，不过准备这届比赛，也是拄着真侪困难。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我本身比较不那么抗晕，对，所以在练习的过程中，时段必须要分很多次来练习。伫空中连续拍几年练到足照进展，摕到手大半专业组第2名的第4期，今年才20岁，这是伊头一届摕到空中马戏的奖项。伊讲训练的过程不只辛苦，常常爱家己去紧加力，继续坚持落去。也毋过会使看到观众的笑容，就是上幸福的。我是表演呈现内容呢，其实是我人生路上我觉得最不开心、最不好的一段心路历程。我想要把这份伤心去分享给所有人。不是因为这份伤心需要被传染，而是我希望有同样经历的人都可以知道，你其实并不孤单。然后我希望未来呢，也有机会可以带领自己的学生到国外参加比赛，可以看到更多的选手，也能够让更多的选手可以看到台湾的每一位认真的选手们。柯卡金练空中马戏已经10年，伊认为台湾马戏的艺术实力真坚强，希望会使透过这届比赛来吸收国际养分，将经验传承落去，让台湾的马戏人才有机会伫国际艺术舞台定睛生态，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艺术。记者桂宗林泰国报道。台北艺术大学举办投票，今年10大热门新闻的前3名是台北戏剧奖头一届举办，立法院台文化部预算，还有台湾伫咧大阪世博馆的文化实力。方才通过第79案，文化部主管追加预算全数删除。今年文化部预算改动了后，对甲预算阁互国会提调，阁有台湾伫台版世博展现的文化软实力，拢入选今年10大热门新闻的第2名和第3名。第1名是今年办头一届的台北戏剧奖，这是北艺大办的民间投票活动。学者表示，较特别的是，今年头届针对绘本和青少年漫画的金会奖和金漫奖新闻嘛入选，通看出针对少年家推出的文化政策受民众的重视。我想，这个奖项其实是代表了文化政策的转向，它有一个非常不一样跟多元的发展。今年的10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表演团队不管是政府主动的要去做文化外交，或者是他自己个人像劝世3姐妹、像布拉，愿意去走向国际，让台湾在这么艰困的处境之下，我们还可以走向国际。10大热门新闻票选已经办15档了，学者认为透过新闻票选嘛，通看出民众关心的代志。文化部长表示，看到民众关注台湾艺文伫咧国际表现，嘛拍算明年台湾插演艺团队奖励计划，要用比赛方式来评选，让有潜力的表演团队通得到政府的补助支持。布拉瑞扬团队突然就变成品牌团队，像劝世3姐妹就突然进到百老汇，我对于这些现象我都非常兴奋。换句话说，台湾的文化产业能量非常的高，所以我从今年开始，我很希望在台湾 Top 团队里面，我们每年要比赛。今年10大热门新闻内底，和文化部相关的都有5项。部长李万表示，文化发展爱靠民间和政府合作，和长期的文化政策规划。明年度预算编列297亿，希望扩大整合各项艺文活动，让台湾文化继续走向国际，嘛，让咱的艺文继续布新意。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后礼拜就是耶诞节咯，这耶诞老人准备要送礼物啦。今年荷兰的耶诞村呢，有收到50万张来自全世界批，这加上这批国家，也包含咱台湾。位于芬兰拿破仑首府罗瓦涅米180公里的耶诞村，夜色真灿烂，灯火布置也真热闹，充满真高的耶诞气息。真侪游客早早就来咖啡，准备过一个在地的耶诞假期。根据当地观光单位统计，当年平均达到70万人来耶诞村。It says Christmas everywhere. Just if you look around, you have the snow, you have the lights, you have the elves, you have Santa. So everything, it's just wonderful. Pretty different. I think it's like 42 degrees Celsius at home at the moment. So we're sending photos to the family and they're pretty shocked. 在真侪国家，耶诞节代表岁末盛宴，除了是迎接新年的开端，也感念过去一年点点滴滴。今年耶诞老人照例收到来自世界各国大细汉囡仔的贺元批，耶诞精灵也整理出大家上要爱的礼物清单。Things like Legos are always popular, books as well.
But nowadays, also, of course, electronics, new phones or laptops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this year, I would say Labubus have been a big hit as well. 伫现代社会，电邮甲线顶通讯已经取代传统配件，也毋过耶诞村逐年收到的批犹原是真济。当地邮局统计平均是达到50万张。上踊跃来批的国家甲地区，分别有波兰、意大利、台湾甲日本。耶诞节伫要到啊，耶诞老人台湾愿望批，做好最后的送礼准备。伊伫出发之前，也无忘记咧传达今年的耶诞祝福。And I hope this Christmas we could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how could Christmas bring us closer to each other? How could we all live in peace together around the world? 耶诞老人也分别用各国语言祝福世界各地的人，共同守护地球，将耶诞季节的精神分享给每一个人。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咱最后来看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Thank you.